你識得用甘蔗去煲水啊，一年咧就潤到尾喎。仲有咧用甘蔗去煲水啊，甜甜蜜蜜啊。新嘅一年啊，2026年啊，記得啊煲上甘蔗水啊。嗱，呢4個咁嘅搭配咧係黃金搭配嚟㗎。第一個分蔗就經常煲嚟飲嘅，一定要攞呢啲百年嘅陳皮啊，咁樣咧落啲山楂啦。甘蔗啦、蘋果啦，哇咁用養生壺煲好正㗎。第二個咧就係呢個一定要落塊靚陳皮，落個蘋果、甘蔗同埋玫瑰花喎。哇！呢個女士啊飲完之後心情都靚啊。第三個咧想面色好好嘅就係呢個啦，甘蔗啦、灰棗啦，加埋黃芪，一定要落陳皮啊。第四個咧，我個孫啊好中意飲喎，飲完之後啊佢嗰啲又好喎，就係甘蔗啦，加埋秋月梨、雪梨都得㗎，加半個羅漢果夠㗎咯喎，最緊要加塊陳皮，哇記得咁樣去煲嚟飲啊，飲完之後啊一年順到尾啊，因為甘蔗咧佢係甘甘甜甜啦，佢又潤喎，依個時候唔食甘蔗嘥晒啊，記得轉發俾你嘅家人啊，等佢哋唔好忘記呢啲咁黃金嘅好嘢啊！中意呢個視頻嘅朋友仔俾個心心分謝咧，記得收藏住佢啊，非常之好㗎。